灯光天心举头，冰红清早更明日头，哦，主救你的冰光。第二章。三更临杯，咱同心来归途。三更临杯，咱同心来归途。灯光天心归途，冰红清早更明日头，哦，主救你的冰光。第三集旋律小可无共哦。三更雨落，咱同心来归途。三更雨落，咱同心来归途。灯光天心归途，冰红清早更明日头，哦，主救你的冰光。咱吟唱的时，会当好好思想，咱是不是同心跪倒伫主的面前来领受这稳定的圣餐？这时，请咱过来献到圣诗352首。感谢上帝稳定，今日有小儿洗礼，咱会做伙吟唱这首圣诗。咱做伙来吟第1节、第5节。第1节。心花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的小字，亲像古玉行过礼，表明今日小兄弟。第5节，那个最后一个音是上去哈，有看到哈？我们要唱上去，唱下来就变和声，也很好听啦哈。第5节，预备，来。父母的行的梦游，唔通好因叹世上，想想假是信耶稣，日日因作行的路。结果我有偷听，咱信歌队较爱吟唱和声吼。好，这是像咱歌献到圣诗第26首，圣诗第26首，咱真实吼，咱做伙来吟第1节。第1节做伙来。大观感谢上帝，主下今生的心对，主行的代志，万民了伊最欢喜，官对舞台主席。就是我的，因你无所应爱，今日要的款待。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有赛去写礼拜。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安静心开始敬拜，请坐教。咱得着帮赞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天地创造主。大家来因俄罗上帝信息第26首，信息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记哩因转首。大家有缘徛哩，做伙来读尼西亚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万事互伊专利的被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活体、无活体、万物的主，万事都耶稣耶稣。
请坐。大家来启应，启应文第38篇，伫信息后面第1067页。启应文第38篇，伫信息后面第1067页。我来启会众来应。天下万项事拢有伊的期，生有时，灾尽有时，哭有时，哀伤有时，担当有时，亲得有时，超吹有时，保存有时，撇有时，真正有时，听有时，震惊有时。我知上帝所做的一切，拢会留到永远。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这是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咱当心下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今仔日是圣日，阮固定伫你的圣殿来学罗你、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全能公义、佮充满慈悲怜悯的神。主啊，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头，求你亲自照着牧师的口来传达你的信息，互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拢会当对你遐来的能力甲安慰，亲像活水共款，充满每一个人的心。求主保守阮伫在座的兄弟姊妹，毋管阮伫咧生活中拄着啥物难题、痛苦，也是考验，求你开阮的心目，互阮会当明白，你是阮会当倚靠的神，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伫患难中的帮站。阮安尼当心合意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大家来看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出埃及记第7章14节到第8章19节。现在中文译本伫咧55页，现在台语译本伫咧108页，118页。反着我来读。上主对摩西讲：埃及王的心固执，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明早起，埃及王会去尼罗河，你着也迄支抹变做蛇的拐仔伫河边等伊。你着对伊讲：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派我来对你讲，着放我的子民离开，互因去旷野敬拜我。毋过到今你拢毋听。上主安尼讲：我要用我的拐仔拍尼罗河的河水，水会变做血。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河里的鱼会死，水会臭，埃及人袂当过啉尼罗河的水。上主阁对摩西讲：你着甲阿伦讲，亚你的拐仔指埃及的河开水池，甲缺水池，互所有的水拢变做血。埃及全地连水桶石红的水
嘛拢变做灰。摩西甲阿伦照上主的命令去做。阿伦伫埃及王甲伊的人神面前，也拐仔拍尼罗河的水，河里的水拢变做灰，河里的鱼拢死，河水是臭味。埃及人袂当啉河里的水，埃及全地拢有火。埃及的士师因伊的法师嘛安尼做。埃及王的心意毋听摩西甲阿伦，独独照上主讲的。埃及王倒转去王宫，无将这事放伫心内。所有埃及人伫尼罗河河边乌窟仔寻找水啉，因为河的水袂啉滴。上主拍尼罗河了后，这个灾难继续7日。上主对摩西讲：“你去埃及王遐，甲伊讲，上主安尼讲：放我的子民离开，互因通敬拜我。你若毋放伊去，我要用水锅搅乱恁全国。尼罗河要射出一水锅，互因对河里起来，离你的宫殿、你的房间，爬就你的门前，搁要进入你的人神的厝，跳就你人民的身躯，进入你的灶甲超米粉的器具，水家要搁要跳着你的人民甲所有人神的身躯。上主搁对摩西讲：“你甲阿伦讲，用你的拐仔指尼罗河，火甲水池，互水家爬起来。埃及地，阿伦伸手指埃及全地的水，水家就跳起来，盖满埃及地。埃及地士师因伊的法师嘛安尼做，互水家就来埃及地。埃及王叫摩西甲阿伦来讲：请恁求上主，互这个水家离开我甲我的人民。我就要互这个民族离开，去上主献祭。摩西对埃及王讲：好，请甲我讲。什么时阵通为着你的人神甲人民祈祷，将水家对你甲王宫储备，互水家只有了伫尼罗河。伊讲：明仔摩西讲，我会照你的要求做，安尼你就知，无一个会当甲上主阮的上帝比。水家会离开你甲王宫。离开你的人神甲人民，只有留伫尼罗河。摩西甲阿伦离开埃及王出去。摩西为着上主派来损坏埃及王的水家，求叫上主。上主照摩西的恳求去做，互伫厝内塔里甲参野的水家拢死，人家己捡一堆一堆。埃及全地拢是臭味。埃及王看到代志有解决，就因伊的死，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独独照上主所讲的。上主对摩西讲：“你就甲阿伦讲，用你的拐仔拍土粉，互埃及全地土粉变沙母。”伊就安尼做，阿伦用拐仔拍土粉。人甲真身的身躯就拢有沙母，埃及全地土粉拢变做沙母。人甲真身的身躯拢有沙母，士师因伊的法术嘛要互土粉变沙母，毋过无法度。士师对埃及王讲：“这是上帝的作为。”毋顾埃及王的心意，毋听摩西甲阿伦的话。独独照上主讲的，这时来请圣歌的赞美，赞美的题目是诗篇40篇。
只是听牧师来进道，下捌是无求上主的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早起是真正，互咱师会的即事较辛苦。伊可能毋捌想过，伊第一遍应该是第一遍吼，第一遍来伫台语礼拜即场来师会，结果读着遮尔长的经节。所以伊2工前就讨救兵啊，吼，总是这确实有困难，总是不管安怎，因为我嘛毋知影免哪长啦。我要坦白大家讲，我袂当摕即段只有摕几句，安尼咱就毋知影前后，听有意思吼。遮拄仔有3个在下，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互咱的师会的即事吼，咱也拍报告一下好无吼？多谢。愿上帝恩典真正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不管咱透过什么款的语言，咱来真正体会到上帝话的快乐甲智慧。所以，即时我嘛要邀请咱大家随上上帝话，多诚热心去为上帝。神就甲咱所有的人做伙伫地，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甲附近的兄弟姊妹，就行出上帝的话。换一句话来讲，请你甲伊会当互相请安，大家请安，互相平安，然后看伊跟咱上帝所创造的迄位，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因为阮知无一个神亲像你，求上帝甲阮做伙，互阮真正对你的话来得到快乐甲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意大利上南边的所在。有一座岛屿，这座岛屿叫做拉佩杜萨，因为地理的位置，这座岛屿正做非洲甲中东的难民要进入欧洲的第一个登陆点，所以后来这座岛屿互人称作欧洲的门。因为这座岛屿是欧洲，这座岛屿离非洲这个土地只有113公里，总是离意大利2倍远。听有意思吼？离意大利迄个岛屿拄啊2倍远，总是伊是意大利上南边、上南西的所在。伫2013年到17年的中间，这座岛屿捌一天有8000个难民登陆，登上8000个难民一天哦。然后当时差不多5、6天的时间，真侪对非洲或是对中东逃出来的难民，有一半以上会经过这片海事，逐天有超过5000条的人，就死伫这片因所地地的海面顶头。总是这座岛屿甲这座岛屿顶头的住民。伫2014年欧洲难民危机的中间，展现了因非凡的人道救援精神甲同理心，因为安尼，因互意大利的媒体、欧洲的记者以及真侪人提名因2014年的。会当入选伫迄个诺贝尔和平奖上尾的几个项目，就是这座岛屿甲
这道倒数顶头的人。后来2017年的时阵，柏林影展有拍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留了当时岛上唯一的医师，叫做马特罗。伊安尼讲，帮我放下一张，谢谢。伊讲有时阵我会做噩梦，梦到我家己行伫死去的人的身躯顶头，因着一排一排倒伫我的面头前，然后我无法度做啥。60岁，伊目睭就红起来。记录的人问伊讲：25万的难民伫你的面前，你会心硬袂？伊讲无，我无可能心硬。伊安尼讲，伊讲每一遍我看到一个囡仔出世，每一遍我看到一个老母为着活落来，伊活落来，伊靠底甲我讲多谢。你毋免加问一句，就知影家己需要继续安尼做，也无法度避免的是，我会继续有一粒真热的心。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心热，也是心硬，往往是。咱对咱所听见、所看见，甚至发生伫咱面头前的这事物，咱的反应。假使咱若惯势，用迄种这种别人的代志，甲阮兜无关系啊，咱若有迄款的心态，那安尼咱选择的回应，大部分拢是心硬。不过，假使咱若有上帝心，那安尼就会无共款。出埃及记第7章的1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明仔早起，埃及王会去尼罗河，你着举迄支捌变做蛇的管仔，伫河边等伊。咱都有想过是安怎埃及王？早起时会去尼罗河咧，咱爱知影7月甲8月是尼罗河最涨的时阵。每一当尼罗河河水定期涨起来，是为着埃及的土地带来丰收、繁荣甲安稳。所以早起法老既然会去河边，表示啥物货？迄天有可能是7月、8月，法老带伊的部下去到尼罗河边咧拜河神。咱来知影古埃及人因拜的是河神，叫做真大箍，叫做哈比。伊外形真特别，因为伊有一个真大的巴肚，然后伊的两个耳安尼垂落来。两个呢安尼垂落来，所以上顶伊是查甫的哦吼，这个神是查甫神，上顶伊用呢咧哺乳啦吼，哺乳大地，以及互万物得到滋养。总是上帝安尼讲，出埃及记第7章17节到1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安尼讲。我要用我的管仔拍尼罗河的河水，水会变做血。安尼，你就会知我是上主。河里的鱼会死，水会臭。埃及人袂当搁啉尼罗河的水。假使咱咧讲刷落来即几个记号，就是讲10个在下啦吼，咱通常拢讲10个在下。10个在下是上帝咧对付埃及王的心硬，是安怎对尼罗河的水变血来开始咧？
是安怎？这整个的代志是对这样代志开始的。所以神啊，甲有注意到，其实伫上帝做伫埃及军队上尾，互因淹死伫海里。这记载伫出来记14章到15章。单前后的这两个故事，这两个记述微调，透过安尼咧经过埃及王。那安尼透过安尼，上帝咧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应该是甲第一个法老下命令，要将以色列的查某仔ฮ็入尼罗河，这样代志有关系，有关系。这记载伫出来记第1章22节。法老原本想讲，我要透过安尼将以色列人灭族，却互尼罗河捌着人的血，听有意思吼？所以尼罗河捌着人的血，毋是只是遐开始的哦，是早就开始啊。然后这违背了上帝创造原本的意思，因为上帝创造原本的意思，就是要留人。留所有的性命，总是人的心有恶意的下面，却成做互尼罗河成做流血的河，所以互尼罗河的水变血，拄拄好是上帝用伊的方式行伊尔。总是这若是自然的现象，大自然的现象，上有可能的。就是尼罗河的上游，对上游落来的红土山，嘛有可能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有红色的迄个浮游的生物，就生真多，滴到尼罗河的河水变质。这两项自然的情形。拢捌记录伫主前12世纪到13世纪的埃及的文献内底，所以这本来就有记载。总是这个事件更加证明，上帝关联赢过尼罗河神，因为王去河边拜嘛无效，埃及人的主要的食物鱼拢死。然后连水拢无法度啉，总是法老这时看无人民的痛苦，犹太的解经职米大士，迄个米大士吼，翻译起来是米大士，有加写法老安那回应，伊讲啊，恁也互我无法度倒啊，若无水我啉，无我有酒啊。这句话其实互咱想起中国有一个皇帝嘛是安尼想，啊无米通食，啊太无爱食糜。迄中国有一个皇帝的想法嘛是安尼哦。所以法老的自尊受到打击，即时伊只有想要反击。所以咱读到出来记7章20到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埃及王的心意毋听摩西甲亚伦拄照上主讲的，埃及王倒转去王宫，无将这个事放伫心内。咱来知影，人确实有智慧甲能力，会当卡比。会当学自然的物件，甚至人会当学人的技巧。实际上，今仔日的科学就是安尼学来。实际上，就是透过学，咱知影，这会使，这袂使。医学嘛共款，透过安尼，咱咧检视，迄个会使也袂使。总是法老术士的卡比，去
扩大了这个灾情，真奇怪呢。因无能力将火变转来水来解除人民的痛苦，既然阁将阁较侪水变做火，真奇怪呢。所以出来记第7章2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有埃及人伫尼罗河边乌窟仔找水啉，因为河的水袂啉得。所以只好这百姓家己救家己啊！因只会当家己救家己，这拄好凸显在上的独裁者只看重家己的民主，啊若无关系到我，拢无差，迄别人的代志是因安怎拢因兜的代志，无顾人民死活。古埃及19到20条的埃及的神话有安尼几句话，伊讲啥物是安怎安尼是真的？河变做火，人任意自认为毋是人，犹原较忘水。这是古埃及的神谕啦吼。然后这个灾情持续7天。因为法老持续的心硬，所以上帝爱摩西阁去见王，提出下面这个警告。出来记第8章24节，第2节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若唔放因去，我要用水鸡扰乱恁全国。尼罗河要生足侪水鸡。因要对河令起来，入去你的宫殿、你的房间，爬上你的眠床，搁要进入你的人神的厝，跳上你的人民的身躯，进入你的灶，甲超米粉的器躯。第4节，水鸡搁要跳上你的人民，甲所有的人神的身躯。好，这个在咱有发现到无？这个灾会直接关系到王啊，你哦，对吧？进前迄灾会，反正因无水，我无水啉，阁有酒嘛吼。这个灾会无共哦。翻译最末，这个伫遮的翻译叫做末。总是事实上，伫创世纪内底，创世纪第1章20节，嘛共款用这字。伫创世纪内底，是上帝用水互逐项的动物生养真多，所以真多神学家是讲。这拄咧显示叫做反创造，就是互创造颠倒饼的故事。因为创世纪内底生养真多是祝福加美好，敢毋是咧？伫创世纪内底，咱读到是安尼哦，因为。生养真多会当显出上帝创造的作为，总是若大量生养出单一的生物，若只有一种生物大量生出来，安尼敢好？安尼叫做毋好。听有意思吼？伫遮拄咧讲这项代志，安尼叫做毋好。因为对环境水鸡啦满世界，就亲像现在真侪都市改成有迄个领市啊，会知会共款，这会拢显出对环境极大的灾难。然后经文咧描写迄个水鸡的罪是充满埃及每一个所在，甚至跳入去。
王甲人民会生活食饭的所在。然后这个水鸡死去了，不但带来臭味，更加带来更加多公卫生的问题。所以这叫做连锁反应，对水变化到水鸡走出来，也生出刷落去迄个灾难。总是就亲像第一个灾难。水鸡嘛是埃及神明的象征，因为古埃及咧掌管生育的女神叫做海奎特，伊的头就是水鸡，听有意思吼？啊，总是下骹是迄个妇女性的身躯，伊的头就是水鸡，所以这项事件会当理解做。上帝对埃及生育的女神的攻击，法老要杀害以色列人的查甫婴，上帝就用水鸡生真多来做反击。出来记第8章第7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的术士用因的法术嘛安尼做，互水鸡上来埃及地。甲头一个在下同款，即群术士就亲像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生鸡卵毛，放鸡屎有"，咱有冇听过？好，生鸡卵毛啊，放鸡屎有，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颠倒互这个灾难更较扩大。所以，埃及王到尾后无法度，只好安尼做。出来记第8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王叫摩西甲阿伦来，讲：请恁求上主，互这个水鸡离开我甲我的人民，我就要互这个民族离开去向上主献祭。这是出来记内底法老第一遍。要求摩西提出要求，讲，请你为我祈祷，为我的人民祈祷。咱来知影这项代志叫做什么话？这表示法老对即时开始真正咧认捌即位称作亚伟的上帝。虽然法老有安尼的答应，总是这叫做标准。咱搁转去迄个头前迄句话吼，法老虽然有安尼答应，其实这叫做标准的交换。这其实甲咱咧求真侪神的态度同款。啊，你若互我啥，我就做啥，对无？这叫交换。所以咱看到，这叫做这个过程。出来记第8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对埃及王讲：好，请甲我讲。什么时通为着你的人神甲人民祈祷？咱来知影摩西确实只是用上主的心，在回应法老的请求。伊讲：好，我愿意为恁来祈祷。咱来知影古早时传统的信仰，其实台湾传统的信仰嘛同款，一般拢爱敬时敬日。听有意思吼，伊爱敬时敬日去拜什么神，因为迄个神就是管迄个时，就是什么时，就是迄个神的生日。甚至佮爱敬地理哦，佮爱看地理风水哦，看会使袂哦。总是摩西却真有信心讲，互你
经时间，什么时通为着你祈祷凊彩你？你讲就是嘛。我愿意为恁祈祷。咱来知影，因为上帝无亲像其他的神，需要特定的时间，因为伊就是时间的主。出埃及第8章第1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讲明仔载，摩西讲，我会照你的要求做，安尼你就知，无一个会当甲上主，阮的上帝比。上帝知影法老会答应，跟他放屁空气啦吼，跟他讲空气的。法老讲的话，其实法老讲的话，跟他人的。人讲的，想讲来咱交换就交换，对无？啊，交换会得到哇，赚着啊！其实上帝知呢，所以上帝才一开始就讲法老心意啊。上帝知影法老伊的应答，跟他放屁，伊会继续心意讲话无算话。总是上帝有愿意怜悯，因为伊怜悯的对象毋是法老，是伫埃及受苦的人。布鲁格曼是安尼讲，伊讲所有看家己做帝国，看家己做王的规则叫做你熬，我搁较熬。总是对第三个事件开始，这个局势开始反转。出来记第8章17节到1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就安尼做，阿伦也管啊拍涂粉，人甲精生的身躯就拢有杀母。叔叔用因的人对，来18节吼，做伙来，人甲精生的身躯拢有杀母。叔叔用因的法术，嘛要互涂粉变做杀母，毋久满肚。当真侪水鸡死去，用现在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若无消毒，当然就会生出杀母，敢毋是咧？用若无消毒，这杀母蠓虫就会走出来，对无？真多嘛吼。所以杀母这字其实伫原文真特别，因为这字嘛会当指蠓啊，真特别哦，会当指杀母，嘛会当指蠓啊，就是遐个吼，会困扰咱的身躯，会走来咱身躯顶头跳来跳去，啊，咱搁会一直摇的这个物件啦。简单来讲是安尼。然后圣经搁安尼指出讲，杀母对涂粉来，神学家认为咧约，这甲上帝伫创世纪第3章19节咧讲，因为你是用涂粉所做，你爱转去到涂粉。这句话有关，实际上这句话，现在咱嘛时常伫个别石顶头安尼来宣告。换一句话来讲，涂粉代表的是人的死亡。那安尼杀母的出现，就是经过埃及，你若继续心硬就会死。啊，是安那？这埃及的事事，这项代志就开始做袂到咧。是啊，干嘛咧？约，伊讲对政治、经济甲宗教顶头，水拢是埃及性命的来源，所以头2个灾害是甲水有关系，总是土咧。土这项代志，就毋是埃及能力
会当做的。所以出来记第8章19节 A 段，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术士对埃及王讲：“这是上帝的作为。”术士的这句话直接翻译叫做：“这是上主的手指。”手，这是上主的手。因是安尼讲，这对阮来讲上困难，因为这毋是变魔术，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连术士拢间接承认上帝主权甲能力，这就通证明摩西话是真的。上主的权能超过一切神，无神亲像上帝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其实相信这样代志，不管是自然的现象，也是超自然的现象，拢是上帝的掌权。咱嘛通讲头9个在下，是对最变一开始所引发连锁的大自然的回应。上帝使用自然的现象，要警告加反对埃及的新业。这上时嘛证明这项代志，伫上帝面头前，迄个帝国号称家己是帝国，真厉害的人，无力通行。埃及正神明做袂到，连当时的术士，咱来知当时的术士叫做科学家啦，拢无法度做到。这检测嘛会当凸显另外一个事实：今仔日主流文化、文明所讲的关联，常常拢是骗局。上帝来就是爱属伊的子民会当看清楚。遐个高高在上、碰风的权威，加复合音的声音，才会白贼。因为人检测会当卡比，总是卡比到尾嘛有可能会做无代志。神学家 Prastutos 对咱讲。上帝子民的哀求，才是因得到拯救的起点。因为属上帝的子民绝对无凊彩讲会放弃，因会大胆表达受到不义的对待，因相信上帝会听见、会回应。因为埃及的神无法度听见甲回应。所以，当上帝子民无搁祈求埃及神明的迄时，因才找到因的身份，叫做以色列上帝子民。然后，上帝子民以色列的历史，才对迄个时阵来开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甘愿意对帝国社会习惯、传统的包袱下面来转向投往即位，咱唔知免用话来譬如自由的上帝开始，真正自由公义的生活，才会对咱的生命中来实现。所以，愿咱会当看清楚白贼，有上帝的心，然后愿意互上帝来掌权。但愿咱当属上帝，请互上帝伫咱生命中来掌权做王吧。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你知阮有时阵。人有侪侪的失错，甚至心硬。主求你怜悯阮，怜悯阮心硬的时阵，
帮助阮，互阮知，当阮转向你，成做你的子民的时阵，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会当下伫你的旨意内底，互阮看见这个世间哀求的声，会时真正听见，迄是上帝你爱阮听见的声，帮助阮迄时会当心热，然后去行出上帝你爱阮迄时所应该行、所应该做的事。求上帝怜悯阮，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这时咱要来进行圣礼典，大声咱要来进行小儿洗礼，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站起来，用圣诗352首来吟唱，然后吟唱到第50个时，我要邀请咱中间走蜜田的父母抱伊来到台前第50个时阵吼，咱做伙站起来，咱做伙来吟全首。生活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的小字，亲像古约行甲礼，表明今日想上帝，甲礼有用洗礼体，对早以来无过计。洗礼就是因心，就是起故愿心，会行大罪来出世，求主欢喜赐福气，细汉为命因所喜，父母应该替伊尽。父母已经受洗清，因的家己也做成，在早主道就有行，不是现今这里定，父母体家的荣耀。常常假是信耶稣，常与因带行天路。非常请坐。咱得到帮助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所吩咐咱的话。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摸，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适合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恁的细囝虽然也无法度明白真侪代志，犹顾恁的应允，恁伫生命中这个世间所行所做，嘛要归于伊。咱爱知，咱是恩典的后嗣，上帝用洗礼带咱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互咱做伙属伫基督。做伊的百姓，所以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真歹势，只是伊阁无法度应话，所以只是我要请爸母来应答哦。所以我要
请恁用真心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回应我即时要问恁的话，好无？好啦吼。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要安尼行也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修这个约。所以，这是我要请咱的会众起立。蜜田对吧？走蜜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产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但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咱会亲身作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领受坚信礼。所以爱知影吼，毋是父母尔吼，咱拢有这个责任。做伙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愿恳求你保守、照顾、造蜜田，引带伊的身躯甲灵魂，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时。救伊脱离少年的引诱，直到成年的时，互伊通家己告别家己的信仰，搁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伫那撒勒捌过世间家庭生活，求你祝福这个世囝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互囡仔照顾伊的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照顾细囝，通伫你听的内面来成长。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会众请坐，那我请他们父母亲跟蜜田跟大家见个面啦哈。然后他们还有外公外婆也在现场啦哈，请他们站起来哈。少年的阿嬷啦哈，少年的阿嬷好，好，咱拍婆啊来欢迎因哈。那请回座了哈，请回座，谢谢啊！等一下，要拍个照，来。好，那个字大家不一定会认识哈，它叫做造蜜田，所以我们一起讲造蜜田，欢迎你，好不好？来，预备，来，造蜜田，欢迎你。好，我们再次拍婆啊，来。这时，咱要坐咧吟，来吟唱圣诗363首的第1节到第20节就好。第1节到第20节就好吼，咱要坐咧吟就好吼。做伙来。三角白饼，人当时来归乐。三角白饼，人当时来归乐。等我虔诚归乐，清早更明日头，哦，主求你领领我，三角灵杯，人当心来祈祷。
萨加林杯，人当心来归乐。当我虔诚归乐，明前早更明日头，哦主求你的力量。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于教会陪参者做伙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记那着我担重担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作声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声，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主上帝，但愿照你命令摆设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圣别馆。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恩典的帮助，也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成长伫你恩典中，通荣耀你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开始接下去，开始接下去，谢谢。不管咱会当摕着饼，还是袂要紧，我要邀请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这个时，也是为着咱生命中的罪性加软弱祈祷的时。这个时，嘛是为着上帝伫咱生命中所有的赏赐来感谢的时。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假使咱若想到咱离开主的时，咱想到这个时，咱就向上帝讲：主啊，怜悯我。总是咱生命中有遐个充满上帝赏赐的时，当咱想到这个上帝的赏赐，咱想到，咱就向上帝讲：主啊，感谢你。所以，这时我要邀请咱认罪，嘛要邀请咱献上感谢，请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跟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跟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的话，甲咱做伙伫地。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了咱拍破的，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做伙来领受。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主。不要紧，唔知有够无？唔知有够无？你先去。这是我要邀请咱来做第二个祈祷。这个祈祷，我要邀请咱为着咱所疼的人，以及疼咱的人祈祷。在咱生命中，疼咱的人以及咱所疼的人，是咱遐个咱目睭刻刻拢会当一个一个扑因的面，叫因的名的人。所以，这个人，当咱目睭刻刻会当扑因的面，叫出因的名的人，我要请咱即时兄弟姊妹，即时的为这个人来祈祷。在咱生命中，这个疼咱的人，甲咱疼的人，我相信有伊特别的位置，因为安尼，咱要求上帝特别怜悯、看顾、疼惜，互因伫世间以及伫上帝的手中有上帝完全的祝福。所以我要请咱一个一个为因来祈祷，不管因现在伫叨落，请咱为着咱所疼以及疼咱的人来祈祷。毋知咱中间留还未摕到杯的，请咱小可举手，互咱小会员知。主耶稣捌安尼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上帝恩典、上帝话语，甲咱做伙伫地。谢谢，谢谢，有够吗？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
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用光底，奉阮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做伙搁来吟圣诗第363首的第30到第40。三个人当时来归乐，三个人当时来归乐，等我看先归乐。明前早更变日头，哦，主救你明光。这时要来奉献。请陈怡亨执事认真以这首来书献，请起立，因选手奉献诗。不要紧。请起立，三甲来因奉献的诗。只是愿到你心地，咸汤白白顺典。虽然不大嘅苦情，愿你甘来愿所献。感谢上主，赏赐阮有遮尔好的教会会当组织，互阮会当啉会当食。阮为着一切主你所赏赐互阮的来感谢，当阮献淡薄的金钱做圣工的使用，愿主你来感纳。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教会事工报告进前，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2遍。伊讲明仔载，摩西讲，我会照你的要求做，安尼你就知，无一个会当甲上主，阮的上帝比。出埃及记8章10节，请。伊讲，
明仔载牧师讲，我会照你的要求做，安尼你就知，无一个会当甲上主阮的上帝比，出来支八千十节。伊讲明仔载，牧师讲，我会照你的要求做，安尼你就知，无一个会当甲上主阮的上帝比，出来支八千十节。请掀开第一页，事奉甲聚会活动，请会众家己来看。第二页奉献报告，请家己看。奉献明细，若有疑问的，请问总职也是办公室的同工。消息报告：本主日举行圣礼典，第一场洗礼诗甲圣餐诗，第二场圣餐诗，请兄弟姊妹有具备心领受。本主日教育部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九楼召开，请部员参加。下主日6月份1月长节长乐王浩杰技术副期方陈柏言为完善教会急救设备并提升急救观念，教会将设置 AED。并伫后礼拜下晡1点伫6楼副堂主办急救的教育训练，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学习。教会消息：6月份祈祷会为环境保护祈祷会伫6月6号下暗7点伫6楼副堂举行，邀请兄弟姊妹同心来祈祷。下半年的行事历初稿已经公布伫4楼公布栏，有问题请办公室。6月14号将召开下半年事工协调会，请中职同工有留时间参与。2022年学暑假音乐营活动内容，请家己看。新职融会总务部举行教会行政事务研习活动内容嘛，请恁家己讲。桃园合作社理干事会6月7号中昼12点半，地点是702教室，请理干事出席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吼，这伫顶礼拜已经有放影片来宣传。然后咱的行政部已经随上这项代志已经进行一段时间啦。那教会要设置这个 AED 吼，那这个 AED 总是咱爱会晓使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咱爱受，所以买这个 AED 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咱爱受训练来使用伊。所以我要鼓励咱大家后礼拜礼拜日。下晡1点就伫6楼啊吼，因为需要6楼的原因是伊有需要操作啦吼，伊有可能会请咱会来迄种人工复苏，这叫啥？CPR 吼，歹势，小可紧张吼，就是咱需要学这 CPR 吼，配合迄个来做啦，所以。放伫6楼的原因嘛是伫遮，就是讲较快，咱会当迄个场地较好势吼，咱做伙来学。所以要请咱大家，其实这项代志不只是伫教会内底，咱伫厝内底嘛，可能会当有一点即款能力，可能培养起来是真好的代志。所以要鼓励咱大家兄弟姊妹啦，会使后礼拜礼拜日下晡1点就伫6楼遮吼，咱来接受这个训练。好不？这是头一项，第二项是要为着咱暑期的活动来宣传，可能应该是对后礼拜6月份开始，就会开始宣传。伫7月份咱有真侪活动。我先当然这个音乐营的部分吼，要继续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来会使。不止咱也有闲，其实咱会当迄礼拜空落来，咱做伙来参加迄个成人的合唱这样代志吼，特别欢迎咱的姐姐妹妹啦吼，
因为若有法度，咱透过赢了后，毋忘咱的教会嘛会当成立牧生姐妹团吼，伫咱的教会内底。到时阵阮嘛会当鼓励迄个邀请牧生的老师吼，固定来甲咱做伙唱，所以要特别邀请咱大家啦，时间会拄好，咱空差不多一礼拜左右吼，伫暑期中间咱做伙伫遮来学习。不管咱会晓唱袂晓唱，拢会使吼。因为毋是，就是培养咱唱歌的趣味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毋忘这嘛，诚做未来咱的教会敬拜礼拜内底，咱会当献诗，会当伫遮做伙学乐，带众人做伙学乐上帝的过程。愿上帝帮助扶持，甲咱的教会做伙伫地。颂吟信息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上吟员请牧师接导，请起立因全首。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保证。阿门。这歌用木刀。我
今仔来行平安礼，请彼此请安联谊，耶稣听你。